歐聯八強次回合嘅賽事就巴塞隆拿對住馬體會，賽果有啲令人意外嘅。回到次回合啦，巴塞作客對馬體會要追兩球波，呢一場西甲嘅內訌。呢一場波牌面上兩球在手嘅馬體會必定死守噶啦，巴塞必定強攻。我自己個人認為咧，巴塞要贏次回合，我覺得佢哋都會贏，但係咪可以贏到兩球或以上翻盤而淘汰馬體會呢？我就會覺得有啲保留。呢一場波始終巴塞隆拿冇咗夏芬拿啦、法基迪莊呢啲球員啦，亦都少咗個古巴斯，咁喺陣容個完整性係會有啲困難。進攻仍然係勁嘅巴塞，呢個係無可否認。我覺得斯慕尼帶領嘅馬體會拍大巴啦、防守啦，亦都會可能會有幾多個犯規啊、拖慢啊、拖停場波。呢個係戰術，唔係話矛嘅，呢個係戰術嘅運用。當然啦，好簡單嘅形勢，巴塞追翻兩球咪加時咯。但係最後我總結呢場波，我估巴塞會贏。係咪追到兩球或以上呢？我會有少少保留啊。咁亦都有機會要食全餐，機會係有嘅。但係我簡單嚟講呢場波總結我就會睇好咗嘅巴塞隆拿能夠贏到波，係咪可以翻盤就唔敢講啊。